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一领火衫，一领火衫创40冬，创2粒的庆空，一粒是创和平的愿望，一粒是创梦想的台湾人。火若有性命，敢会吼？半暝嘛毋敢吼，吼出声是吼互人听，敢有人敢听？吼无声是吼互家己听。等甲40外冬拢无声，独独灯泡化作一程一程的水泡，摊开。散去，无去。台湾人400外冬来，拢无声。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60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丁春老师所带来一领火衫。选入去，咱邀请萧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我有一遍咧看面试油菜的化身，其实伫家己文化局我有表演，我拢有去看。咧看的是迄个心肝椅啊。噗噗唱，心肝头安尼窄窄的，感觉无写真艰苦。这个大演家的逝世，陈重光先生，这丁甫先生的大后生，是我伫家里的同事。自我捌哩，拢是一个恬恬的人，无人敢甲伊讲起过去的代志。伊拢会甲我行围棋啦吼。有一遍，伊就摕老爸的图，当然要摕前有问我看好无？问我甲阮校一个老中副美术老师，就是讲因老爸作品拢无标题，讲叫我甲老中副老师斗看，一个是对美术的角度，一个是对文学的角度来好，结果就甲因老爸遐作品搬去家里的图书馆，1003个参详，100图到底是叫什么名？这个陈重光先生是一个真实在、恬静、巴结的人，所以阮真惋捌伊到尾啊，伊伫家己甲因老爸，伊伫中文天下遐，一楼柜拢放因老爸。挂因老爸图啦，真有邀请阮去，参标题安尼挂好，安尼看，足舒适的。这个台湾人的苦惨，迄阵啊真济出头的台湾人，拢病掉的，是真可惜。甚至更较可怜是病掉了，亲戚朋友无人敢行下到，因为敢惊连累。所以因都已经从细汉就养成，拢安尼恬静，也是真实在咧做工课。一领火衫，创40冬，
苍两只的青空，一粒是苍和平的梦，一粒是苍梦想的台湾人。火留生命，敢会好？半暝嘛毋敢吼，吼出声是吼予人听，敢有人敢听？吼无声是吼予家己听，等甲40外冬。拢无声，独独灯泡化作一层一层的水泡，摊开散去无去。台湾人400外冬来，拢无声。讲到用字吼，这个生炭的炭，炭开的炭，咱台湾人是真接应啦。这个炭，咱知影迄个咧画图的人，人画水彩的人，你要炭开，爱先用清水啊彩笔才画落，迄个色彩伊就全炭开。啊，若像讲咧写毛笔字，迄个水温了伤清，墨无够高，写咧嘛怎炭开。啊，所以这个是甲水有关系。像讲咱若捌批过水批，批水批，阮拢细个囡仔是拢会去捡遐皮啊，是较扁的石头，对迄个水面安尼批过吼，来比赛看像跳看偌远。毋过你若第一个沉落，迄个一开始迄个水泡就脱开，迄嘛算脱。过来咱讲生脱，嘛算脱。所以这个炭是甲迄个水有关系。目前总的教育部用字是3点水，搁一个火炭的炭。萧丁春老师这首诗主要是伫咧纪念228事件的受难者，同时嘛是日本时代台湾上杰出的画家陈定波先生。说入去，咱邀请嘉义市的前文化局长赖万定先生为咱来做详细介绍。咱陈定波先生吼，会使讲台湾同伟大的一个画家啦吼。伟大就是因为伊是同早第一个咱台湾人入选日本帝典啦吼。伫差不多伫1917年迄阵遐吼，就入选日本的帝典伊是用油画入选的伊油画迄幅图，就是画伊的故乡咱嘉义市，伊较早是住伫嘉义市的南井街和国华街口老家伫遐啦，所以伊迄幅图叫做嘉义街外、嘉义街外，就是画金嘛南井街到水阳路这段的国华街迄阵就是拄好伫建设看到国华街还搁伫拢是还落古仔糜啦也是讲排水沟啦，就是还未建设好啦这幅图伊要表现的，就是讲嘉义是一个现代的都市啦已经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伫行起尤其这幅图就会当展现到陈定波的特色。伊的图内底有足侪电火条咱画电火条拢要甲撇免啦迄讲迄会破坏视线啦。但是陈定波甲电火条拢画伫伊的图内底电火条的象征意义嘛是讲这个都市化、现代化、工业化，都有电火条嘛所以陈定波的图拢是写实拢是写生的啦所以拢是台湾发展的一个同好的记录。尾伫
1947年228的时阵，陈澄波因为伊迄当时的身份伊嘛是嘉义市参议会的参议员所以伊含12个做和平使啦代表嘉义市民要到嘉义水上机场含国军来做谈判但是迄阵单于政府甲12个和平使拢掠起来，怎样呢？送到嘉义火车头遐游街示众伫车头遐庆祝迄日拄好台湾的美术节，台湾美术界的一个足重要的画家，拄好伫美术节迄天来牺牲啦这是台湾近代史内底一个足大的悲剧。一领火衫唱40帮，唱2粒的庆康，一粒是唱和平的愿望，一粒是唱梦想的台湾人。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丁春老师写诗，罗万定先生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